来看伫台北市高架桥之前常常有安全帽落伫路面，害桥多摆民众累惨。警方是表示讲，若民众安全帽送去落来，是会去收到罚单。有专家嘛建议讲，安全帽上好2-3档就爱换，嘛唔通买种上简单，亲像西瓜皮安全帽。几若只乌托邦同时阵伫桥顶，正即个时阵，雄出现一顶安全帽伫机车链内底扩来扩去，甚至佫引起事故。意外出现安全帽有技术赶紧打洞闪过，煞来出一倒。毋过安全帽按倒来，现场的人怀疑头前坐的人安全帽无戴好，再落来。违规定而脱落而违反《道交条例》第31条第2项规定，处新台币100元罚款。意外发生伫台北市，车辆来去的未遂一桥，警方无接到报案，搁咧调查案情。警方提醒讲，安全帽无戴好落去，依法会处分。若是造成别人受伤，可能告刑事责任。安全帽的部分其实就是只要有 CNS 标章的，并没有特别说一定是你戴的安全帽必须要哪一种形式。看画面，涉案的安全帽哪像是一般所讲的半顶的？台北市交通局讲，无论是全砍、3砍、半砍，也是半顶的，只要有得到国内 CNS 的认证，骑车拢会使戴。不过专家认为讲，半顶的保护力无够，骑车时上好卖戴。安全帽它本身它是一个消耗品，多少在这2到3年期间都会有一些磕磕碰碰的，即使都不使用它，里面衬垫也会焦化。按定期换安全帽经有认证标章的。甲上基本的就是戴安全帽的时，牵仔会牵得好。而且安全协会表示讲，甲每一点拢做较到，骑车出门才会当有保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